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透过镜头，我们要带您一块到柑橘的故乡新竹横山。横山农会为了要提高柑橘的价值，打造了具有客家特色的橘造礼盒。不但是手工造，有柑橘飘香，礼盒上面也都还有客家的意象。另外呢，也请了客家画家画上了横山的好风光，大家看到礼盒就能够想象到客庄之美。青绿色的桶柑，12月份就会黄澄澄的。这里是新竹横山，也是柑橘的故乡。只是产期只有3个月，所以农会运用柑橘的香气，提高附加价值。这搓一下呢，就可以闻到一个柑橘的淡淡的一个香味，味道淡雅香甜，所以农会把它加进肥皂里。特别提炼的精油皂，可以让消费者买得很安心。果皮也可以收购，然后再提炼还有青草。这些农友他们有一些艾草啦，什么东西也可以提供到特作班那边去提炼出来。没有化学成分，不容易过敏。而为了要提高肥皂的利润，还研发了客香橘品的手作香皂礼盒。拥有客家意象的包装，还拿下了经济部 OTOP 设计大赏第1名。镂空设计不但拿肥皂方便，还可以让柑橘飘香。在童年的时候呢，满山这个横山乡也是满山的都是柑橘，所以那种香气呢，让我们在童年这种记忆里面很深刻。所以说把以前小时候的记忆呢重新找回来。橘子红的纸盒上的画作是客家画家司徒景英的作品，有橘子红了的美丽景象，也有横山的壮丽风光。纸盒上的美景是知名景点大山背，站在高点，横山美景尽收眼底。用画笔把客庄之美以及横山的淳朴画进礼盒里。这个伴手礼从里到外可以闻到，可以看到，也能意会到新竹客庄的特色。这个蓝山呢，就是代表客家里面的一个特殊的色彩，花布有一种红色的这个喜气的一个特色。除了纸盒，也有精装的榉木盒，做工精细，上头还印着客家家训、勤耕雨读，而里头台湾造型的肥皂还可以依公司行号的需求量身打造。横山农会的员工平常公务繁忙，因为服务区域幅员广大，不过有空大家都会坐下来帮忙包装。折纸盒、包肥皂，全部纯手工。他们希望香皂礼盒加深民众对横山的好印象，也让柑橘的香气4季都能飘香。鲜绿的桶柑飘散悠远的清香，等待严冬的洗礼，幻化橙红的果实。当纯粹的精华融入客家意象，一块皂一盒里，横山献上感动时刻。